大家早晨。早前美股就顯著上升，主要原因咧就話咧就呢個哈塞特就角逐下一屆嘅聯儲局主席，咁佢咧就係主張呢個明年大幅減息嘅。咁不過咧傳嚟嘅消息就係話咧佢同埋總統特朗普嘅關係太過密切啦，所以咧就一啲特朗普身邊好具影響力嘅人咧就反對，而家就出咗另一個候選人嘅。美股所以咧，尋晚係再度下跌㗎。港股事前分析，今朝早講題係身處無方向感市況中，呢個橫區咧，而家係縮窄咗噶啦。係12月10號低位25.28就底部，頂部咧就係12月2號高位26264，窄咗意思就話本嚟呢度開始有底部嚇，喺呢個嘅11月21號低位25179嘅，而家係窄咗噶啦。咁上去有冇初步阻力咧？就係呢個啦，曾經彈局唔能夠往上突破，曾經升過上呢度嘅就係12月8號高位26151。嗱，上邊兩條阻力線，下邊兩條支持線，我哋睇窄啲嗰兩條，即係下邊由下數上嚟第二條，上邊由上數嚟第二條窄啲嘅橫區。往上突破要睇闊啲橫區頂，再往上突破先至得，先至有條件好啲嗰個形勢啊。咁就真係麻麻啦。咁你話向上向下咧突破咧，唔知睇頭先嘅5個 G 技術分析比標雖然偏淡，但係有條件亦都轉為偏好。所以咧嚴格嚟講，你話主觀嚟講咧，向下突破機會仲係大啲啲嘅。但係只要 MACD 一轉好咧，又會變咗向上嘅機會大啲啲咯。咁咪好難估咧。咁如果真係向上嘅時候，睇遠啲咧，將10月2號高位27382同埋11月13號高位27189拉條線落嚟，咁有一個嘅下降軌阻力啦。就係嗱，好，咁仲有咩可以睇咧？仲有一個睇法，如果新一個反彈浪由頭先講咗嘅2528開始，去到2526006係未完嘅，咁嘅話咧，我哋就睇下，咦，可以再升到幾多咧？咁我哋首先咧就當一個 A、B、C 嘅反彈，A 浪嘅起點咧，呢個細 A 咧係喺11月21號低位25179，彈到上去26264，再跌翻落嚟25257、25258，應該25258，445入啊嘛。如果 A 浪同 C 浪等長嘅話咧，咁啊量度升幅目標 C 浪喺呢度開始彈上咧1倍，目標係26343，26343又唔高得過呢個幾多啫，26264幾多啫，所以咧如果你喺呢個位搏26343短線搏唔搏得過咧？指示位擺喺呢度25258，咁你就一計計啦。咁我初步同你計啊，我攞個計數機。嗱，以尋日收市位計，尋日收市位係25628.88複個詞25628.88減你個指示位2525761。25257.61，咁即係話咧，我要下跌空間蒙受損失咧係371.27啊！呢個我係要求短線投機，短線投機最少都2.5:1啦個倍數啊，一個值博率乘以2.5 ，OK， 加翻即係幾多？928點我要升，加翻而家嘅尋日收市嘅位係25609.28，復多謝先256，對唔住，錯，應該係25628.88，25628.88，即係會升到26557。咁而家咧
我俾你個目標咧係26343，唔夠嘅，即係要升過呢個位就夠。所以咧，如果你喺尋日收市位去做好倉，去搏呢個目標26343咧，值博率係唔夠嘅。咁有乜辦法就夠咧？如果今日再跌低啲咪夠咯，跌到低到2.5咯。咁至2.5比1啦，2.5比1係幾多？一陣間文字分析同大家計。